家好，我是 Lisa。我最近呢有被问到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问题，就是从州立大学可以转 UC 吗？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啦，不过还蛮少人会这么做的，因为还蛮划不来的啦。娃娃 TV。那为什么划不来呢？因为第一呢，州立大学的学费呢比社区大学要高，所以如果目标是转学到 UC 的话呢，那为什么不花少一点钱去读社区大学，之后再转学到 UC 呢？那第二呢，我其实有查了一下 ，UC 录取转学生呢其实是有顺位的，社区大学的学生呢是第一顺位。而 UC 转 UC 的学生呢是第二顺位，那州立大学转 UC 的学生呢则是最后。社区大学转 UC 这种方法呢，应该是大家最常听说也最普遍的一种方法。而 UC 转 UC 这种呢，虽然很少，但是也是有啦。我有一个学妹的室友呢，就是从 UC San Diego 转到 UC Berkeley 来的。我听说她超变态的，她本来在 UC San Diego 那边读一读，我忘了她是不喜欢那边的环境，还是不喜欢那边，反正她就是在 San Diego 那边读一读，结果就转学到 Berkeley 来了。然后他还 double major computer science 跟 physics。我记得当初学期还没开始，我在帮学妹搬家要搬进宿舍的时候，我就看他已经拿了一本很厚的不知道是什么书在那边开始读书了。所以说 Berkeley 真的变态很多，我算是还蛮正常的了。那从州立大学转 UC 的学生呢，可能也是有吧，只是我几乎没有遇到过啦，可能少一点吧，因为听说录取率还蛮低的啦。所以说啦，我觉得啦，如果你的最终目标呢是想转进 UC 的话呢，那选择社区大学呢绝对是最明智的选择，不要再考虑州立大学了啦，因为不仅比较贵，而且还不好转。好，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，希望有帮那些想问这个问题的朋友们解答到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影片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、按订阅、开铃铛、加分享。另外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 follow 按赞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